词，师尊师母的大恩大德，我老前人的五大师生，德老前人的五大师生，还有我们前人、父前人点传师的慈悲成全。更要感谢光点传师的培训还有指导，让后续今天有学习的机会。那现在上午是哪几章？第45、46。好。所以现在后续是学习第47章。那我们就先来读一下原文。47章总共才36个字，后学要讲1个半小时，所以上午凯丽前贤说不容易哈，后学真的觉得很困难，不简单，但是后学就尽其所能的来学习啦哈。那后学这就写得很大字哈，那这样子编排下来刚好是5行，那我们1行就1句，后学先带读带念，那我们一起念哈，后学先带读哈。不出户知天下，不出户知天下。不窥有见天道，不窥有见天道。其出弥远，其知弥少。其出弥远，其知弥少。是以圣人不行而知。是以圣人不行而知。不见而明。不见而明。不为而成。不为而成。好，那接下来请各位前贤从头念一次，各位前贤念哦。